欢不是爱。欢迎恭喜顾秋婷哈，枪死重重避免查狗逼。 GD 很流行哦，开这一条的吧，GD 模还是一条。哦。丢闹年，丢闹年。三姑六那冲啊，心莫开哟，莫冲开的心肠。闹年大擂台，闹年向下来。大家好嘛，蒙古啊。来，吉娜大家好。又来到了闹年大擂台，流行歌曲组的保卫争霸赛，目前避免长5冠的李秀仪。容易李秀仪，哎呦，越来越强啊，越来越有味道哦，给他海很宽，给他海，越来越超诶哈。哦，好啦，今日哎呦，有一位新的参赛朋友啊哈。以前有来过啦，有来过吗？有来过吗？冇来过。迄个。 也有一回事，唔係火燒豬頭皮面熟嘅，唔係面熟嘅，豬頭皮冇燒過，哦，所以上面哦，來介紹一下呢評審金牌評審團，評審金牌團，歡迎葉家秀先生、齊思飛先生、齊澤偉先生、總飛先生。 啊！看到这些老师坐在上面，就觉得我们镇台之宝都在这吃。对啊，而且好亮丽哦，真的啊，黑毛，都好亮。对啊，董强啊。对啊，好了，有请 TV 新来朋友来。青面上的哦，来自美丽跳舞，陈奕迅带来拼毛拳。我同讲哦，我而家讲乜嘅拼毛拳呢？ 拼毛拳嘛意思？拼毛拳哦，拼毛拳，做我们的拳啊，做我们的不能生气。哦，那俩意思哦。拼毛拳哦，对啊，也意思哦。你做嘛用病啊？董强啊。哦，你们董演导啊？黑马，拼毛拳哦，坦克喽。 色彩真神奇，朋友有数大出品，色送100支，你个同类爱把戏，南北小空为那心，风风山野改线，写动一条游乐线。 天文地理，人情世故，讲到的轻功，讲到的哑功，撇毛剑呀撇毛剑，笑谈人生，一重一夜，一重一夜。 色彩真神奇，朋友有数大出品，色送100批，你个同类爱把戏，南北小空没那心，风风山野改线，写动一条游乐线，天文地理。 人情世故，讲到的轻功，讲到的哑功，撇毛剑呀撇毛剑，笑谈人生，一重一夜，一重一夜。
啊，拼莫看。哇，注入这个后上的神明啊！嘿，好上瘾难的啦。你好，第一你好，对，是是的，是的。我以前有看过你呢。对，还记得我人生第一场活动是跟你同场苗栗的诗坛哦，真的哦，对对对对，有听腿表演过。是的，是的。所以你跟杨子为什么会去跟表演？哎，那时候我其实油腔吧。哎，对我其实，在平常在街头有演出，然后呢，街头艺人，对对对，然后被刚好运气很好，被有就是厂商看到，他邀请我去唱，刚好很荣幸可以跟很多客家歌手，哦，对，那时候还有那个敏珠姐姐。陈明珠主持人，然后对对对，还有那个黄宇娟，哦，黄宇娟，对，还有吉娜姐姐，对，叫姐姐就对，对，哦，该有胸片啊，这个是去年我很荣幸可以参加那个，也是刚好被长官看到，可以参加那客家歌手演唱会的苗栗市，对，演唱会，对，很荣幸。你客家人吗？嘿，客家人，那边客家人。跳舞，苗栗跳舞，苗栗跳舞嘅片，所以唔會講。一系列啦，家常话都可以，对，但是要像罗哥老吉那些讲那种流利动作，还要加强。接講啊，接講。對，忙接觸到客家電視台時間咩？是欠唔記得啦。乜拜拜？係啊，拜拜啊，係慢慢嚟，飲進來，飲進來。誒，對唱歌有興趣？是的。你們有做街頭藝人嘛？是。你街頭藝人啲大部分啲喺表演嗰度。都到處跑，有台北、桃園，然後新竹苗栗，我也都做給親子的卡斗。親子。對，比較特殊，就跟唱小朋友的歌曲。哦。對。同嗰條邊嘅技術的腔下有，係冇？不是，就唱一些表演跳舞，然後旁邊。對，但是我都唱比較溫馨啊，像比較說，聽我說謝謝你啊。朋友嘅條。對，都有。蠻適合去幼台的呢。蠻適合的，他演像哥哥啊。對呀，大家都叫我月軍哥哥啦。對，月經哥哥。月軍，對。每次大家都叫我那個。但是叫月經哥哥蠻好記的。對啊。不行。月亮經過的哥哥啊。哦，嘿。是的。這樣解釋有點太長。對，多此一舉。是。不過剛剛那個音樂哇，這個氣勢磅礴啊，覺得這首歌哇，因為芒斯坦歌。芒斯坦歌哎。芒斯坦歌。因為去年的時候接觸到連長，那時候他是那個執行的策劃的那個，對，然後對，算是總監吧，對，然後他就是有幫我挑歌，因為我才剛唱客家的歌曲，然後就是他就會幫我挑看，那時候。對我來說，新手可以唱的歌曲，然後就這首歌，所以去年演唱會就唱這首歌曲。對。底下一個位就抽。對，下一個 OK。戰役欣賞的歌位啊。戰役欣賞的歌位，所以你偷一條歌了，不？你推薦抽兩條歌。對，推薦，對。對，那我覺得你的音色應該比較適合唱那個。慢歌。慢歌沒做的。唱條白個天北上嘅歌誒。哦，天北上。而家上線啊，溫柔的誒。會不會太老一點？是太老沒有，但是你要找更適合你聲線的東西，搞不好。其實我有練那個哲偉老師最新的歌曲。哦，對啊，真的哦，你的音色跟哲偉老師也很像。定的愛，聽的哦。哎呦，有好多哲偉先生的新歌喲。有。其實我有看過很多，就是客家，就是學長姐的就表演，然後每位老師的歌我都有去研究。哦，你有聽我的歌？對，有，但是我練不起來，還在努力。你的歌太難練了。那 C 曼講你會唱嗎？你的歌一點點。從手的，向嘉修老師公平哈。好，然後那個月軍弟弟哈。是。展翼老師給我聽看哦，你拼模看沒模好哦。你會哦，你這首歌整個唱起來，聽大頌就覺得，第一個首先廖叔國對你的咪心不是那麼好，然後你的表達。那感覺啊！我第一眼看到你，你還沒唱歌。我先講哦，還沒唱歌之前，我覺得好像看到，哎呦，上個世紀的哲偉出現了。哎呦，上個世紀。我第一次看到上個世紀，第一次我。哲偉這世紀還在啊？不是，我是說我上個世紀看到哲偉第一次參加比賽，我在當評審。哦，就是這個感覺。對，就這個感覺，就是我是說走上來那個感覺，開口就不算了哈。哦。然後，從國家其實。還是跟我講，第一個你有條件，我真的很想讓你有機會表演。你不要跟我講，廖叔國對你來講，第一個不適合。對，因為這首歌的節奏很明確，可是你唱起來的是唱那種流行，慢慢的來，就天天的來，天天的愛，就
感觉上他是唱起来就是没有那一种节奏感的。第一个 punch 就不对，就拍子就不对，所以刚刚我们几位全部都聚在一起讨论，对你应该要怎么办呢？因为实在讲，觉得是个人才，对，觉得以后可能会有进步，但是这一次的表现真的不够好，所以我刚刚你现在讲说下次再加分，我一直想问你说还有下次吗？这样不赶快现在先表演的话，下次我要没机会。不过实在讲，你真的有条件。不过刚刚讲我说，创国家哈，你在一开始，比如说节奏的把握，就差那一点点。然后呢，还有音高，因为一进来那个地方光音引成那整个前2句的音准，它就是不准确，感觉上就觉得好像那个伴奏跟你的唱的是2码事的感觉了。好，所以来刚博士公公，确实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可造之才。不过底下根本的表现是某暗后，所以在那个边缘我们都很挣扎。对你来讲，就是我认为，我给你的是一个比较有展望的分数。好，谢老师。对，因为感是跟我讲，如果再给你有机会的话，你可能会选别的歌，比较适合你的歌。然后呢，表演的更直接一点，因为你听冲一个莫搭型，你知道，就是感觉上就是你在唱的歌，跟你现在想要表演的东西某空中，你心里在想的跟你的个性，跟你说一切，老调数狗，它是不那么密合的。尤其是第一次来参加比赛的唱的第一首歌，怎么会选一个这样的歌曲来表现？我是觉得有点可惜，这样好不好？不过就在这个边缘，我们大家都这样觉得了，那就看等一下会不会有其他人特锤啦，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平均评分啊，或者什么就不知道了，好不好？希望，对，所以都留下来。哎呀，哎呦，拼模看的哈，分数打出来拼模看的哈，好，谢谢。慧茹老师的，请上哦。这算是第2次听你唱歌，对，是第2次。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有点可惜，我想要给你一个建议。有时候我们来参加比赛，就是说你学了这一首歌，不是只是把它学会唱就好了。你学了之后，你要怎么样把它唱稳、唱好？像根本你的嗓音全部都浮在上面，好，全部都你讲一真生气呀，真生，全部都在上面。你要知道，你唱歌，你冲口，要是你没有那个根的话，你拉不稳。特别你选的这首歌，你一定要有扎实的根在下面拉住你的音准，不然因为你的声音是属于比较细的，那你如果又没有拉住你的声音，就全部在上面飞，拍子也不稳定。像你那个碰上风扇那句，你2次的拍子都抢在前面。他应该是这2句应该是很在那个点上面的，都没有做好，这个比较可惜。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更好，所以下次你把歌学会之后，怎么样把那个声音、那个气把它唱稳来，不是很开心的这首歌把它唱完，只有很眼神，你从头到尾最棒的就是哈哈一旁一，你那个哈就很有根嘛。那你那个根怎么样把它运用在唱歌上面？这个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声音拉稳来，而不是整个都浮在上面，很开心的把这首你练会的歌唱好，那这一首歌你只是会唱，而没有真的把它唱稳，就会比较可惜。好，那加油，希望对，希望你留下来有机会。我觉得他是在舞台上，其实是在镜头上是讨喜的，亮眼的，讨喜亮眼的，就是选歌很重要了，真的，歌曲很重要。来，看一下几个分数啦。看一下陈奕迅嘅分數。哎呦！92分，哇，这个分数，很难讲的分数了。好，对，休息一下，我们是在跟中经验嘛，舞台经验要累积的啦，舞台经验要累积。第1次而已。对，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唯一的失误了，就歌曲，不是说这个歌不好。唔係在以前上一個唔好，唔係喺歌路，吞一條歌冇適合，冇適到，所以分數上來，他一般那線。兩個上先是他的狗路，分數一定要懂吼。先由簡
再入奢嘛。对你一下就奢了。好，OK， 好按这首歌，OK， 好，谢谢谢谢。回周休息可以啊吗，来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可以留下来啊。对，好来杀了，再来松竹梅带来吴彦发还。有后堂啊，来。因为两条歌是公司才把表现到以后呢。我觉得我都甘拜下风。对啊，我看谢宇威老师如果听到，他会觉得，哎呦，哇，我后继有人。天哪！点点糖风中传来轻松，繁华的世界本黑已苍茫，失去的难再留，虽然心还在痛，人生本来就是无常。还有上那些啊么的哈，但是从那种比琴的歌曲，对呀，你喜欢哪条歌的吗？我知道，黑真紧，我这就听到两首歌的歌曲的那个旋律，我就很喜欢。其实它有老灵魂的。也阿妹子啊，阿妹子啊，就是甜的阿婆啊，对不对？好客家话，糖客家话。错，还有好多传统的歌曲啦。对呀，所以具有老灵魂啊。对呀。歌上都有上，你满18了吗？满19，刚满3月的时候刚满。哦，刚滿19歲。哦，做得去視察嘅、記察嘅咧。係啊，兩屆都有考到咧。兩屆都有考到咧。有按腔啊。係，我都拜先考到嘅。哦，當然你一定先考我都拜。係啦，後來要去學視察嘅。視察啊。係，我知道。做得真嚴冇？韓考到了哈，韓模。韓模上路。係，韓模爭議去路好試。哦，你是屬於3寶級的那種嗎？肯定是吧。我無法度確定，你去考駕照的時候有碰到什麼問題嗎？有冇拄到乜嘅？我首先我先講，我考奧多拜駕照，其實我對我技術係有自信嘅，不過我就考試前呢1個禮拜吧，去個考場練習嘅時間，就
有一关是进那个待转区的嘛，然后要先弯进去，再这样转弯进来。对啊，对啊。结果我就唔顶用嘛，就那油门一起嘛，一转啊，就不，然后冲过给黄色的那个有一个护栏那边，直接蹦，然后那个人员就冲出来，妹妹你肇事了。哦，肇事。如果是真实的状况，你已经把整个待转框都撞过去了。哎，没俩意思。哦，你肇事了，还有人还有靠过。不是，那是练习的时候，练习考试就很顺利，我就知道了。哦，那个什么7秒要慢慢骑。那个我很稳，我几乎每次都过。哦，有的人不是这样的，哦，考过了有没有？最后考过了骑出去，然后不会放，前面很认真哦。哎，过了，哎，到最后过了，哎，他太开心了，然后油门就一直吹，然后就去撞到了。那今年网络很多啊，青岛啊，在这边有的人他被吊销执照啊，去重考嘛。你考给视察，就是前1号会坐在，就前1号考，后1号坐后面嘛。有钱给泰国就会他就吊销执照，他说单手开车，哎呦，那就像好帅这样子哦。然后第一关是那个路边停车嘛，那绝对不会过，单手开车不会过。不是，就是很帅，他平常时视察不懂力会按钮啊，结果第一关他就对错杆子了。因为我们是在驾训班考嘛，就对错杆子了，然后我们就让跟那个考官这样一起四目相接，可以再一次吗？当然不行啊，第一关就猛勾嘞。考汽车驾照也是有一个故事，到现在还怕，心有余悸。那就现在有分路考跟场地考试嘛，那场地考试是很 OK 的。嘿，哎呦，场地考 OK，有路考哦。有，就是要开到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旁边那个考官，然后他就是边念，我就跟死啊，从旁边跟讲，他就一路一紧张，一路一紧张，唔顶用把眼就一路一紧张，平时考视察的事都懂顺利，他给摆就真的懂紧张，路考的时间，来试题的时间跟那个不是警察的时间，靠板的时间，考车的时间，给考官就老人讲，基本伊规则顺的，可能规则顺试到最差。但你还有过哎？对，他给我刚好70分这样。真的哦。对，那个驾驶官应该是吓死了。你不要再来第2次了，我给你过。现在就尽量先不要开车出门了哈。会是小心驾驶啊，练后了。不要制造这交通混乱就好，好不好？哈，练习好才能出门。练后了，OK，好了，重提了，抢视频欣赏公平哈。好，主美，今天偷亚术歌曲啊，我知道，刚他看老罗哥还有 Gina。共下来对谈的时候，我看到两个歌星，然后来头摆上这些时间的歌星真的很不一样。尤其係看到那種痴心的表態，我知道係一種對於演唱歌嘅人來講，係最基本的條件。我覺得你做得很好，非常好。兩個條件一定要先建立起來，對自己要有自信。講到亞術歌曲嘅部分啊，因為亞術歌曲係我接觸到客家歌，算係頭期嘅部分，就是前期的部分，非常喜歡的一首歌。所以我對亞術歌曲嘅嘅表達方式，也係亞術歌曲希望嘅嗰種歌曲嘅歌星。我就會比較覺得我會比較投入，所以唐人唱亞術歌曲，我自己也會覺得我在投入在這首歌裡面，希望能夠聽到唐東英上用版表達嘅歌曲嘅部分嘅唱法，所以讓他講到轉來也嘅歌曲嘅部分，我見比唐東英唱嘅方啊，出動也嘅音色啊，基本上經過按多年嘅下來訓練之後，我知道有一種當問題嘅一種發展嘅。咁過呢，我知道也還有上有更加多嘅機會做得調整，去講歌唱嘅方式嘅音色，音色也係講唱法也得。所以我姑且先講一下這個歌曲的段落，你的處理方式，我覺得是這樣哈。我的建議啦哈，今比剛剛講兩個音色當後，可是在這個歌曲的表達裡面，因為它前期的部分，我覺得你放感情放太快了。OK， 不用跳夾嘅。我知道你想要表達出那種這首歌希望有一點點憂鬱或者有點悲情那種感覺，可是在前面頭前一般來講不會那麼快就把它放進去了。如果你想要被他給嘅部分的比較悲的那一個傷感的程度的話，應該在後面一點點再出來，或者少一些
不要那么强，那么明显，用你的声音的程度去表现就好了，而不要用你的声线的弧度去表现，因为太大了。跳台，点点糖，风中传来轻松，这样送出去就好了。可是你会点点糖，风中传来轻松，太多了，幅度太大。所以这是我要讲的一个你的歌曲的歌曲的部分的表达的方式。你也是模仿天后好，这是我觉得哈，因为对我来讲，其实国术它还要具备一个角色叫演员，因为每一位创作者在写歌一定有他的故事跟他的特性。你在唱，你们也没唱起个下个歌曲。所以就必须要去了解创作者在写这首歌要讲要述歌曲的故事，他到底希望能够把你本身是个演员，你如何诠释这首歌？那你刚刚唱的方法是按照你比较平常的习惯去唱国外，你没有在研究我这首歌，我希望它如何让人家听到，真的要有故事感，这个才是重点。OK， 所以这个故事感，你音准有了，技巧有了，技巧有了。你的所要想要表达的这些内容，你就必须要做一些拿捏了。这个部分是你要提升的地方，所以我会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把唱法可能要稍微修改一下，针对歌曲的唱法要开始分类了。要说歌曲，木念发，木念发吹落在风中，可是我刚刚是点点糖，风中传来轻松，是不是有差异 ？OK， 那就段落的曲折，你如何去做一些调整？可是你刚刚做法只是把你平常的习惯拉进去，这样是不够的。OK， 好，但是我吃到我刚讲的，就是头前讲的，我觉得你唱歌的自信是我看到我非常开心。19年好了，要这节目啊，罗哥刚刚讲的在这里面已经这么多年，看着你这样长大，连我们都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希望说，我希望讲未来比赛也好，也係你表演也好，本來都談到更加新的目標要送出美 ，OK？ 好，謝謝。唐老師是啦，所以对，我也希望你能够琢磨一下，哈 ，OK， 就看分數咯，好，來，好，看一下送出某個分數。92分，哎呀，92分，很做的哈，92分又留下來啦，哈。對，因為送迄個91.5嘛，並低2.5分哈，又給你留下來，好好琢磨一下哈。好，安子姐，什麼？也可以哈。好了，撒下來，撒來入肉停低來，3個。哎呦，3個了，那衝啊！
怎么突然又变了人？刚刚那霸气去哪了？哎，你今天让我另眼相看。嘿啊！你之前你在剃头馆，来剃一馆，听一百，你之前有来过一百，我知道，哎，你还有转来，你摆听一百，剃3百啊，听100，听100，对。你双礼拜讲真的冇完本，冇得紧张呢，也係高興的關係。哦，你喜歡的歌我靠，这个歌哎，他喜歡的歌。哦，你喜欢摇滚的东西是不是？啊，对。哦，那你就唱摇滚的就好。对啊，摇滚买酒啊这种东西啊，下一次他的歌你也可以唱。可以啊，欢迎啊。徐世伟老师也很多的。没走的啦。有。然后唱摇滚以后再挑战一下哲伟老师的一些抒情的东西啊。250塊就讓我們輪流賺啊。对啊。哎，今晚2條歌公司才發表現了以後呢？我觉得我都甘拜下風。对啊，我看謝宇威老師如果聽到，他會覺得，哎呦，哇，我後繼有人呢。哎，天哪，跟你說的同一句話。哎呦，哦，是，哦，還好我成語還可以。對。哎，同恩你的風格完全冇強用呢，他有另外一種，那會一種咪西呢。我們那個是開場，那個是。可是羅哥有羅哥風格啊。沒有。羅哥就是那個山歌流紅啊，衝啊。聽過那種，有場時他養葱的時間，我真的會很想笑場。對我們這種老派唱，覺得很親切啊，同親切啊，同個新嘅搖滾的衝法冇共用的嘛。你有沒有限2-3歌來衝？2條歌哎，你有什麼保留到今天才唱？衝不慢一堂。其實我一直都。应该说，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OK。对，然后以前应该说，我之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我已经小时候已经比完赛了，然后到那时候就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我好像是那个骆大哥唱的啊。那你怎么没有唱我的呢？山歌牛。哦，就是阿嬷很喜欢山歌，阿嬷真的很喜欢山歌。我从小也是听阿嬷唱山歌，所以我阿嬷每天礼拜六就是打开电视，就是 opening， 就是就会弹到罗歌，对，那个亲切感哈。对，我想说，因为我自己平常很喜欢唱那种流行摇滚的歌，那还好你没有。我想说让阿嬷听看看，如果山歌用流行的方式来唱会。对，那个阿婆，你看那山歌用流行方式唱，懂后堂啊。他的唱比罗斯风还后堂。一听到后堂啊。对，其实我也蛮谢谢那个罗大哥。你谢我干嘛？你要谢谢宇威。你还掐一笔形象对老师，我知道这首歌是他写的，可是但你每个礼拜都唱一次。对，然后我也是听到深入人心你们合唱的版本，才让我觉得客家歌其实客家新乐园哈。对。你听我们那个我跟他一起那个版本。对。哎呦，我就觉得客家歌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不止有啊，青豆啊，聊青豆。因为我一开始学客家歌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学什么感恩的木枝。哦，感恩的木枝。对，然后乃至燕房来。对，一条法树根。哎，对。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的吸引我。哦，给他中古流行的啦，因为很有上瘾。现在还有很多更新的东西。有，我都有听。对，都有听哦，聊青豆很有上的啦。对啊，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好，来。冲水了，那会一笔清理会狗数啊。在微欣赏，验放60的。謝謝，什麼？阿婷故兒好。我應該想向大家兩位先生講啊，差唔多有5年冇。你之前你聽得懂客語嗎？一點點。大概5年，我記得疫情前吧，你是有來比過。有來過。其實是來過。對，反正印象很深刻。大家就想講，哎呦，你要唱什麼？而且他非常淡定的在那邊。我給他這一首歌的表演，西澤斯很多漸入佳境。佢做當好的示範，特別觀眾朋友啲看頭前2位參賽者的時間，他就是一個最好 mix 他們2個的可能失誤也好，優點也好，到他集合大全。給他高興太容易，我原本搖滾的高興的底背度，給唱歌的時間，給全部標出來。什麼叫做有層次？因為山歌，蔡偉先生啲改編那首歌曲的時間，其實都難。第山歌係嘛？你知道山歌是什麼嗎？知道。山歌就是一種情感的表達。
嘿，你传递你情感的东西。古时候讲，它必须要内化。你要按后上，你要感谢你的阿妈阿婆，因为你堂里冲过那个叫做。无形中就完全你就在里面了，然后呢，你的层次就是刚刚思飞欣赏讲，他这歌太难了，都一样的调，但是你为什么在每一句都有你自己的歌声？我托2個本太甲低下，你聽一百嘅山歌，唔創新唔狂，雖然可能緊張，跳下去你還這樣，你還記得嗎？那個也是表演，你知道嗎？即使是緊張，聽嘢出嚟男人有在同天之，你那个滚喉音滚得非常的恰当。古時候講，我要讓眾位小朋友分享一下，大家你要有自己的表情，做某樣的東西，那個叫做層次。古時候接大家講，各位從小都平平。你各位很難唱，你唱大家都有你自己的歌聲，還有你的中音實在太好聽了。然後最主要係乜嘢？就會講你自己一講，你唱那首歌曲的時間，你用版表達，還有表現你自己的歌聲，呢兩首歌曲。你看，我下擺彈蔡依林的歌曲的時間，我就會相當嘅，因為你唱得比佢還要好。係真嘅，按你感覺，因為係你的東西。真的。好，係你特別愛聽詩，我希望你。後輩喺比賽越來越好，請你給李少瑜壓力。第二個沒有，互相求進步，很好看，還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到。所以你沒有把顧秋婷啊有，佢當中央它是連結。我喺講嘅係我希望突然睇一件事，沙律唔但將唱歌嘅客家話唱得唔標準，你要開始練習講。講客家話，你要開始練習說客家話。你答應我，你要敢說，因為叫蠻講，因為講法每樣都能唱歌誒。我希望你啲講法當中，像我覺得竹美就做得很好。我相信他調整過後，因為佢講得順，人家歌嘅喊啊會念也係念太假係念，今邊係本當好嘅成績。加油！對，你像個賈斯汀啊，美國的客家演員嘛，美國的阿典故。他碰到我們全部硬講客家話，我跟他講華語，他還跟我講客語。他有客家小卡。對啊，拿得破樣用。好，很厲害，真的很佩服他。好了，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好，看一下葉玉婷嘅分數。嚟，哇！夏子老師24點分呢。95.5哦 ，OK， 好，唱得真好，恭喜，嘿，好，可以哈。好，來，沙落顧秋婷帶來唱一下。來，同我啦。小強老師音樂都給你了，可以啊，可以，顧秋婷哈，槍指重重避免插狗鼻。
好。哇，陈松先生的歌诶，嘿，哎呀，陈松先生的歌啊，陈松先生的歌，南希燕的歌诶，你是他唔来的嘿，歌其实他们呢，有通作哎呦，等一下，对，你懂好表演咩？哎呀，懂好跳舞嘛，蛮耐撩啊，没有，特别走幼稚园老师走，你是老年嘛，就搞一些律动、带动唱啊那种，对。所以该去长滩岛啊，哈，又高的时间，菲律宾哦，菲律宾 family 聊的时间，好，又去该夜店，你去夜店哦？你几岁了还去夜店？夜店灯暗呐，灯很暗，没有插。同心也楼啊有上啊。没有，我那天看那个孙生他们也是碰到一个70几岁了，每天也是待在夜店啊。对啊，为什么不能去？的阿嬷没抽得去啊？就可以啊，就访问他，就很开心。他搞不是老板阿嬷？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我给用会当一。没有了，不是，他不是，他就是反正好玩没事，他就去那边。还有上个行嘛？对，反正自己一个人。不是去过夜店呐，导游同啊都有去的。哦，真的哦。哎呀，不是去过。不是去过。就是音乐就是在一个空间的音乐。冲歌跳舞。你们还一冲歌跳舞玩哟？我就不会跳嘛，就跟着音乐乱动啊。哎呀，你结果导游讲，你只要会喊路，手骨会疼痛就可以去啊。哦，就跟着跳，跟着动啊。对。为什么？他很好 Q 哎。为什么你跟小偷一样？人家是这样你。都做得吧，我意就好了呀，哎呀，我听痛就好了呀。哎，我听痛时候啦，那好搞啊，哎呦，今后还不错哎，还不错哦。哎，长滩岛度假岛哦，有喝酒吧？有喝点小酒，大家助兴嘛，是天然去跳嘛。然后佢看到你都係台灣來的啊，叫做唱甜蜜蜜。哦，我唱方言歌哎，就在那个夜店里面，大家一起唱甜蜜蜜啊。唱表演的人，表演嘅樂團，你看下都按到應該青島嘅那個台灣演戲，對，鼓手佢哋都會練習。對，他會唱一些應景台灣的歌啊，就個鄧麗君凍入廟嘛，所以佢唱甜蜜蜜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其實我學了都過啦，真的，對，這樣也是賓主盡歡。我是20-30年去，那時候哈台語歌也很盛行的時候，我去，他們也是吉他拿着，打扮着妖嬌的模樣，陪人客游來游去，你就在一群幾個那個菲律賓人在唱這個歌，很好玩。菲律賓人都開心。朋友來乾一杯，乾一杯，對，很好玩。懂我搞啊，是。旅行就是這些人事物。豐島之前去的啦。豐島，長灘島。他之前又封一下島嘛，哈。又開放哎。又開放，反正就是多一點人生閱歷啦。對，心情開心就好。除了就心情大開了。對，衝出嚟唱飛行三公平哈。好。秋天記。我想問你哈，這一句愛秋黑哈，然後前面有個來秋黑哈，你前面有加一個來，然後第二個是安妮是愛，對不對？我想知道這個是原來就有還是你加的？應該我加的，他加的。對，我記得是這樣子。我覺得這個部分你加的很好，我其實很喜歡，對，因為它增加了這個歌曲的活潑度嘛。來秋黑哈，來，你多了一個這個，哎，增加了讓我們覺得，哎。這個很親切的感覺。那你兩句，第二句那個你是愛，你不是你是愛你，你又跟第一遍不一樣。其實這個地方我還蠻喜歡的。對。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哈，就是你覺得你在這裡這麼久，你有沒有什麼想要讓自己想突破的地方？好。有沒有想到讓自己再多一些什麼，或者是做什麼樣的改變的地方？我希望跟宋竹梅一樣這麼年輕。這個很難哦，這個很難。因為在這裡這麼久，我覺得你已經很自在的在這個舞台上，好像每一次來，你就是來玩啊，這樣唱的表演唱得很開心。他來消磨他的人生。對，也不覺得你有什麼樣的。他有很多粉絲啊，粉絲都有開歌單給他的。對，也沒有什麼緊張或怎麼樣，但是我很想要知道一下，你會不會想要給自己一些什麼樣的突破？有嗎？突破？想要坐上去。這個很好啊，這樣可以嗎？做的啦。
说对啦，要不然来比赛今后啊，对啊，今后啊，今后啊，没有啊，等少仪啊，等少仪。现在有玉腾哎。其实你们是不是误会？老师只是想要玩大风吹，看谁。现在我带你去做，来，给他走一走。好，如果你想要坐上去的话，我觉得在一个你做的很完整，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大缺点，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让我很惊艳的地方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要坐上去，那我就给你一些。好，你看哦，这首歌你平铺直述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挑不出毛病的把它唱完了。但是有一些亮点，就是你加的东西，我觉得口气很好。怎么样可以更多？我觉得就是放羊太家来走哈，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邀请，所以你这个地方其实可以运用你的手势，帮助你的声音更有那个感觉。放羊太家来走哈，那个整个欢迎的感觉会更好。如果硬要我说，两遍都是，然后最后一句哦。放羊太家来走哈，它是比较低的嘛。放羊太家来走哈，你可以把最后那个哈一定要扬起来。你若放羊太家来走哈就没有了。放羊太家来走哈，那个飞出去了，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如果那个手是可以帮助你的，好，我觉得这个很好。两遍歌，同样的问题，一样的问题，你。想要坐上去，你一定要在你非常熟悉这个舞台、熟悉这些歌曲、熟悉这些运用上面，怎么样帮助你让这个歌更多的吸引到我们？感受到啊，好，我好想去。这个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好，前面加的很好，再来就是怎么样在那个很重要的这个重点上面把它拉出来。这样就可以帮助你的分数更好。好，心目先生，好，先生，好，前款夹嘅分数。好，看一下顾秋婷嘅分数。心目先生。93點，都係差唔多樣，93、94、93點，就上不去。對啊，要上不上，下不下這樣子。對啊。好，我加油，我努力。你如果要坐上去，真的是要一段時間啊。對。就是可能要真的要等他們都退去以後。沒關係啊。還是你想要先坐一下？先抽一下。我們先鬆一抽，你給收一下來。對啊，你先。等一下節目結束再上去坐。小康老師音樂都給你了，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顧秋婷哈，槍齒匆匆避免擦狗鼻。好，你抽一下，你抽一下。回去啦，你搞不好給人家帶賽了。徐夢啊，幫我抽下，幫他圓夢。有舒服嗎？有舒服嗎？好舒服，好舒服哈！他剛買好像好舒服。不是，等一下我們錄影結束以後，你可以把那張椅子搬回家。錯唔得啦，今日人用意失眠咧。來，殺下來。殺落去，你小耳帶落，愛神來敲門。好嘞，彈款啦。冬秋一重太意，落到無天又安天。7-11嘅烏檐下，有兩三無帶在經驗。黑愛氣亮濃濃，夢電太意，不一強小姐，鄰隔壁坐下來打嘴鼓，等一天。你日海就夠氣，風茶好好嘅飲四季。自從今日到今，當你總會想到佢，想起佢溫柔嘅聲音在心度鬧來鬧去，黑愛氣亮。想念天氣，不意那天發大本氣，經過安當然，甘有夢見，嘅人嘅時分嘅後生年，希望唔會半年散盡出去。
们不爱老一起约会看电影。缘分那种事情，就会两半个生气。恋爱这种滋味，两半讲没讲明，很多爱上来靠近的世界，飘飘渺渺的心情相会面。爱情爱乃为情，其实不是很文艺。爱上乃是光临，眼拉人的出自意，之后多够用心，多加用心，你会看到风险能会日头给你，你会看到风险能会日头给你。哦，鸡巴，鸡巴。哎，这个也是唱的比原主唱还更有味道。这个第一摆糖豆两条狗诶。真紧哦，哎，以前弹过，但是有弹过唔记得了，因为娱乐上过啊，詹伯文老师的歌。哎，张伯文啊，对对他以前也是在这里参赛，没有了俩比赛因为嘛。美联乐团，他是数学老师哦，真的哦，真一冲黑俺一兄弟不会读不务正业，学非所用，哎呀，难怪看起来有一点宅宅的。我不认识白老师啊，刻板印象啊。因为应该还一条男生的歌，然后所以在唱的时候想说怎么办，就是想要怎么样去。那他特别显谁来的狗诶哦。这首因为他这首歌很好玩，就那个节奏感跟那个懒懒的感觉，那个又那种爱情又很那种。又懂事哈迪啊，嘿啊，那像那种爵士女王那轻皮风，种感觉。那种90那种 swing， 或者是说对那种 Bossa Nova 那种感觉。还在学习跟感觉这个节奏，对，没错，没错。老师马上节奏来，他还给你一个魅惑的微笑，你看一下成龙老师有没有？跟 Angin 子 Angin 的访谈的冇见面动吼。他是在唱歌吗？天堂不是一个公开的。为什么抓不到现在在念经文吗？你说嘛？老人家们的事情。你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什么意思？有一首老歌啊，也是。你何必要受苦？何必要受苦？我也不走向你的归途。你找蓝图，要这幸福，望着你的灯是这首吗？对对。我跟你要什么？我想说，罗哥是突然念经起来吗？我一直在找那个到底要怎么下歌，然后那个我又找不到 key， 然后就我狗子，他速又竟然有，我想说，嘿，怎么了？人家算命，我差点般若波罗蜜心经，我就在那念。好想听哦，我觉得是版般若波罗蜜。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什么波罗蜜多时。好嘞，不要再跟了，不要再跟了。他那个 key 跟他的那个对不到，听起来有点难过。哎呀，对。金欧高，我跟你讲老了哦，真的，以前很奇怪，很多歌曲你一马上就会马上就连接到，哦 key 没黑嘞，对啊，好了，我都要流泪了，我很棒，冲得懂，来，唱家秋老师，非常好。所以啊，要，我真的蛮欣赏你的这种努力的勇气哈，然后整个过程哦，我基本一定要说实在，对我来讲，我就很挣扎，因为刚刚那个小帅哥。分数纵横，对他唱的，他当然那个歌比较容易表现，所以他的整个节奏啦什么，当然除了他身体的律动比较不够之外，我认为他表演的已经非常够了。问题是你底下来唱亚苏国，
基本上这个难度太高了。啊，第一个它是 jazz 的那种swing 的东西，而且它不是普通的swing，它是很有表情的swing，加上又有客家歌在里边的，客家的咬字也在里边哦。所以刚才跟我讲，第一边来讲，我一直觉得说你很能唱，但是呢，你老是抓到一点，总是让我觉得说就差那一点点味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没？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味道？第一个就是你那个节奏哦，其实它是一个swing的东西，它不能像你这样每一个字清楚把它全部都把它每一个字都咬清楚。要唔错嘅，它是应该是哒哒哒哒，而且相对的swing的东西，像这首歌，它应该是哒哒哒，它还有拖的东西，比如说第一个是2点的 gauging 啊，然后希望唔会像这个希望唔会，它是这个味道的东西。可是对你来讲，你就是很清楚一个字都把它唱出来。但是唔错嘞，因为它是必须要有一个让人家感觉说身体真的这个的要求的律动比刚刚那个的律动更多。它必须这样摇，然后顿摇顿，然后有的时候要拖了以后再顿。基本上那个拖的那一下完了以后的那个顿是一个很特别的。那古树国还是干波拱，你就是让我觉得顿不下来，就是是那种第二种像这种 jazz 的swing的东西，你经过是要把那个整个的那个波动起伏的情感在歌词里面把它表达出来。啊，不过因为你太敬业了，所以这也不能挑你哈，因为你出了一种打杂诗之后咬字要把它咬清楚，可是你就忘了它那个每一个字它的律动轻重长短，这个难度真的很高啊，所以。即使有挑到毛病，但是我又不敢扣你太多分数，因为这样的要求又有点太过了。因为这两个是不同比较的东西哦。就是说我刚刚可以很简单讲说，他那首歌唱的比谢宇威好，可就是那首歌啊，我不知道其他歌好不好哦，因为宇威也很强啊，是不是？那相对的这首歌呢，南干过是讲，你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呢，如果因为这样把你挑到，你都一无是处也不对，因为你的底打得蛮好的，但是你在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毕竟是表演，然后复杂度很高的时候，如果硬要按照录音室的标准去要求你的话，好像又不太对。所以呢，来讲我就是觉得说，也许我可以慢慢再等，好，对，等到你能够很成熟的那一天。因为换句话来讲，你挖掉一颗呐，跳刚来个哈。你懂了，他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对，他已经慢慢在成熟。对的，至少我觉得他今天这个稳定度很高。对，而且他已经在飘飘的努力在表达，就是说他现在很稳定的在那边走。对，不过问题是他太稳定了。哎呦，对，那个情绪他都没有起伏了。是，就是你讲故事，但是你的故事里面呢不精彩了。是在讲。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看到你，我就觉得我应该看到一个很美的故事在你的嘴巴里面唱出来。可是呢，它就是少了一点点，好不好？好，那好，我希望你继续努力了。好，加油！谢谢来唱，也不要停，来都不来动。哎呦，绷不住了，先换位置。是5.5呢？不用啦，说马上用。不要妄自菲薄，好，那来看喽，看一下李修一个分数。现在那个 GD 很流行。开这条了吧 ？GD 模还是怎么样？但是只能看正面，应该俩一面宽。你翻过来给大家看。翻过来。听一下。那来看喽，看一下李修一个分数。加起来多少？92分。报名员，好的，谢谢大家。一秀丑还一样，也就是枪死丑中 V 名在报名啦哦。这一次老师真的是保你，对，然后他真的唱得太好了，已经你冲得懂，好不好？我在旁边一下，但是下一次不一定。好，好了，下一次要努力哦。好，加油，努力了。好 ，OK， 好。好，先登上你的 V 名在报名，恭喜秀以空用完。
到传统组的爆米整八岁。来，介绍一下目前的 V 棉炸哈。管的来燕婷，管嘞，恭喜今日第六关。还有哈，加油加油！今日看伊的精神较好哈。哦，系嘛？系啊，精神又较好对不对？嘿，坚底气足。系啊，今天球王鱼的新的掺水 Q 朋友。新的掺水炸，但是 Q 的肉朋友，有两味哦，两味哈。那比赛之前的介绍的评审欣赏。好，欢迎李秋华欣赏，魏生琼欣赏，曾敏珠欣赏，吴传玲欣赏。哇，喺度欣赏中，客家嘅个国宝级别的国宝真的。好嘞，马上进行今日比赛哈。欢迎老朋友了，来自新竹市永利带来老山歌。好嘞，谈过啦。歌中来，闹连连呐，唱跳了。哎呦，恭喜有力气！哎呦，有看到的，有看到的。那是潘总呀。对啊，做强梅，加毛的，加毛的，毛的加的咧。加的梅啊，新球盲头。哦，新球盲头啦，哎呀，好，新球头的时间就做作业神的，哎。其实三不清多啊，金钱来比，所以不过金钱都在比流行族的呢。哎，我没梦想到，我发到我的。比了比，比了比哦，传统族。比过。还有比流行的，流行比又比蘑菇，又比传统的，传统比蘑菇啊？冇啦，传统族冇来过，有冇？有啦。传统是来表演，你叫来表演？应该比过吧？表演有啦。表演呐，就原住民跟客家人呐。哦。跟那个，这种是同个菜里，系冇？林采丽哦，所以听他表演的主曲，替拜按传统族哦。年的节目，替拜的比赛，按那传统的歌曲。流行族来个假拜嘞，替拜呢？我吓到，我唔敢，我冇學傳統啊。冇學哦。唱到凍河啊。悠揚嗎？悠揚咯，跟嗰個嘅囂派悠哦。我本來就當囂派。跟唱到凍囂派。哦，係有厲害啊！嗰種。有啊。韻味啊。韻味以後啊。有出來啊，係啊。以後啊。係啊。對啊。冇出來唱嘅，對。冇學過傳統誒。沒有，我家係鑼鼓點，我找不到下歌點啊。哦，真的哦。下歌點。按有人唱落山歌，哇，自由跑，冇，落山歌較好啊，自由跑佢都定定嘅。唱幾次架，本期都要聽啊樣。我係來從兩家行，我又問過，來這裡參加鬧的傳統組冠軍，
好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就等乐队老师。哇，佢翻译喺其他三个字同嘅人嘅評判。佢沒有個人來講。我轉以後。對，要歌爭來講。要歌爭嚟講，看冇歌嘛？看先生一本歌嘛，請教一下秋夏先生，有唱。老張成吉啊，你是老師好。你好。其實你上啊，講老實話，青年呐。你就你唱歌基本條件唔要嘅。唔講老山歌唔兩位主持人講，我就簡單，其實冇簡單咧。冇簡單啊！你話三兆人去變化歌嘅，不容易。你溫戲嘅時節，該溫戲唔讓溫，不該溫戲你就先溫，後背你戲就會後背有會歌嘅，你就叻。其實是你不該溫戲，你後背你戲就會不足。還有你今日唱咧。你那首歌雖然當品上接上糖多，歌詞你歌詞有人唱了當正確，咬是當正確。不過又不感覺是本身建議，聽一句提示佢嘅美潤，我感覺你熟潤嘅時間就比較很弱啲嘅。後生嘅時間，後嘅時間都需要飲，感覺冇按錢啦。對我嚟講，年齡叫做更加好。你講歌嘛，多糖多學習嘛。你基本條準原文嚟講，你有，但是就是你嘅後背熟人嘅時間要注意啊！按個人講嘅老山歌，你話很簡單啦，佢喺那先生聽你冇唔唱啦。以前我教一個學生好多年，一開始佢咩唱，去比賽嘅時間，佢東昂咪拿到。佢唔知啊，佢話一長條來，叫佢對頭前見燈起練燈啊，對啦。佢齊kiến總老師啊，是大將軍，反過去，看個齊老師說：你唱啊，因為叫好容易。你彈啊，個你唱啊，你彈了，該是都該舞台當嚴格。嗰樣子是張雲南家自己張天榮嘅主持，我就做評審啊，記得你唱啊，你彈啊，你唱啊，所以個唔係個按容易啦，你記得，一東昂啦到咪啦到曉啊歌，但係有咗個年代嘅，有機會我真嚟講，所以咁樣嚟講，人家說你是唱得不差，但是我講我你是個屬於是。你注意，加油！是這樣，謝謝。時代下終於唱高欣賞一下。好，來，講下幾個分數。好，看一下永利嘅分數。哎呦，收得了。哎呀，謝謝。是怎樣？有高分吧？第一百來，第一百衝呢？有分數留下來記憶動態啊。係啊。好啦，謝謝。先同恭喜啦。先也可以哈，謝謝荔枝，嘿，有3.5分。係咪創嗰啲老山歌作到像茶尾婆？來沙爺，沙來一類是頭嚴重啦，彭水峰帶來3個字。哎呀，咩老朋友啊？
哎呦，水光太高，冬天哦。好好，唔會寒咧。嘿，唔會啦，唔會上大毛嘅。唔會寒啦，唔怕。唔會啦哈。哦，也貼色啦。冇，你這可以這個啊。哦，這個。拿得動呀。哦。現在那個 GD 很流行。哦。貼色條咧吧，GD 冇還是條。哎，有沒有一點印象呢？係啊。係啊，我讀起來，讀起來。哦，讀起來。哎呦，還他有客家精神。哦。哎，有唱給客家發布袋咧，哎呦。係嘛？真的啊，真的啊。哦。哎，有沒有好看呢？做得嘛？做得啊。做得了。哎呦，好看呢。來自名家 JL Lost Phone。啷個殺雞哈？殺雞，嘿嘿嘿。哎，好看好看。哎呦，好看呢。對對對。邊頭咧兩件好看呢。哦。嘿嘿嘿，我不用張了。哦，不用張了。嘿。啊，有沒有一些唱給在交流道給傳堂？對，好看啊，好看好看，又好看，好看這樣帶咧嚇。對啊，就帶電啦，係啊。係啊，客家精神嘛，係嘛，水風欣賞就會親看重人哋客家文化。天台標係天台標。發布，發布係啊，帶到條拉檔，帶下排擠，唔摸。較高啲，哦，較高啲，對對對。哦，講究一個對稱性，對對對。有好看啊，哎，有做了比賽了啊，係啊，要按敲哦，當敲哦，當敲哦，你還可以有精神以後呢，因為係啦，對啦客家文化係特別注重啊，特別注重，尤其係按照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感謝唔到，跟上班比到那樣是不應打的咧。我唔記得咯，唔記得咯，一唱有一層嘅冇其實上班比甚至一號呢，一唱一號，係唔係蒙詞呀用誒？結婚天都按磨拉啦，誒好嘅時節當好，按磨嘅時節下要果子一磨倉，各式各樣嘅狀況啊用，狀況千多，對對，咁唔嗱你帶落去以後，就願意唔好帶冇，你就按用帶，當我看正經嘅，你就溫色就好，風落發生咩做的，吊吹什麼以後，要做廿個鐵色，好嘛？以後唔是讀到呀，唔是讀到咧，你就客家 GD，帶檔練馬，練馬，GD 帶個棒，咁下班係將哪張練馬嚟帶啊？練馬嘅發布按用本人看到按用，係嘛？一唱做的哈，對，幫他塑造他的特色。啊，對，我覺得這不錯啊。好看啊，好看啊。以後唔再嚟讀，好。但只能看正面，挨兩一面看。你翻過來給大家看。翻過來。有錢又好看啦，哦。反過來講按用，沒一點影響啦，哈，係嘛哈，看起來不一樣。好了，來衝出來，搶佢欣賞公平哈。彭水鳳先生哈，我哋相處接觸嘅機會當多，我哋今年唱了3個字啊，幾條成語咧呢，我感覺比你睇埋唱3個有好進步啦。哎呦，5個，在我哋按羅你以後啦，我呢個提示嘅時候，所以節目上啊，5文冇合到咧節目嘅問題，咧當台演員啊嚇，其實啊，你第3期嘅秀妹時啊，你戲嗰種節目唔難唱嚇，你係咪要注意？你當腳是哪實的？哦，第2期嘅歌詞配熟嘅配嗰度呢，你當因為佢重音是你當台裡唱下嘢，嘅聲音有多少啊？嚇，但是當然你唱3個又攞獎，今年天川呢度主動3個，我也有啲偏心，而家心情相當好。你喊譚志忠來講，你當講3個字啊，可能今年以下多了3個字來放用。我建議你採3個嘅比賽場合各方面，你對客家3個都當熱心。3個字你也隻曲調，我希望你能夠加強人努力。安外些你是所有的3個你會唱得當好，加油啊！好，希望哈，馬個跳路子唱得好，好，來看下分數，好嘛？看一下彭水鳳嘅分數。好來。
迄搭鋪嘅有陽陽公開可能哦。跌到，90點5分。排泄可能吞讀唔足啦。我放轉伊可能要較好。用真好看啊！你要看完人啊？係啊係啊，驚唔看。哦，因下台嘅時節啦，那學個 GD 有冇？驚人看啊！那行就一，好嘞，好。太困難了吧？好啦啦，誒，沙雷，從裡面帶來平板。等我啦。哎呀，真泰國，哎呀，難得啲嚟啊！希望泰國人有，伊好看呢。好看，嘿，以後穿較大條嘅啦，嘿，較大條髮布，係啊，嘿，較大條嘅髮布，像那個跟人髮束緊嗰種太大條嘅，差唔多，差唔多。好看哦。真挺好看啊！哎，你们泰國會吃寬啊嘛？人摸會做的加幾就變 GD 了。啊，對，你經驗哦，強用啦，唔怕嘅，抽險嘛，抽險嘛，哎。你咩看到啲髮型上來？籌備出來咧。籌備出來啊！籌備出來啊！來啊！比賽個前一夜出來。係啊，我聽做，因為佢哋前邊來付唔出啦。哦，我們在大做，我們護理啦，這邊護理啊，我4點鐘差唔多，都台北4點鐘。沒有，佢要直接來啦，直接來，錯按在錯6點鐘嘅。嚇，我坐安叫啊？坐6點多才來得及這邊，對了。坐6點鐘發車嘅啦。哦，我以前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也是啊，17歲那個時候啊，我從3億。坐牛車來了嗎？沒有啦。哎，早上5點左右就坐火車，那種普通車，藍皮火車那種，坐到苗栗市張有間那個快茶，啊，張坐到台北，來比賽，台北嘿，張咱家人茶去到台視比賽，大禮拜5點哦。哎呦，台北面變過來呢。幾好的，你幾兩成按休上嚟，10個4壓都唔掉，壓都冇辦法。你一整船都前期表演做唔得咯，其他組條唔要一張有接哦。唔讀書嘅乜嘅學校畢業嘅？我係高中畢業前。高中畢業添啊，冇咋冇個冇好讀書係冇？冇好讀書嗎？也是原因之一啦。因為我中途就已經休息了。哦，所以你高中冇畢業？沒有畢業，但是我簽退路期末簽約嘛，不得不再回去把高中畢業讀畢業。讀畢業哦。本來沒有畢業啦，然後如果
做可能做比较多啊，莫深漂路啦，较好深啦，哎呀，佢勇士先生教课我哋我突然個年代會當模嘅你冇，會當學嘅當嚴格嘅嘛嘅。冇嘛會。啊，學乜嘅有乜嘅特別記憶法。對他那啲個教我哋所讀書哈，莫西讀啦。哦，莫啱推啦。讀個地理有冇？你地理你也讀台灣的地理，你也是台灣的土地有冇？地圖啊，畫出來有哪些山脈，有哪些河流，有哪些圖像記憶法。對。你畫咗你就誒。我台灣上到遠班就地圖啊，那就嘛，就。哦，法典丁啊，台南丁啊，台北丁啊。但是有的人沒有方向感的，他也沒辦法。他沒有方向感，他看圖啊。我們畫地圖。給行出去沒有方向感。對，不過我們以前真的很厲害，就是那種一本地圖有沒有？哦，那個。就買一本，然後哇，台灣整個就跑透透，就跑透透啊！整個巷子，然後就翻哦，這個。你還要看地圖，看不出來嘞。現在看不出來，他現在有 Google 以後，現在有 Google Map， 自己看地圖看不出來。導航，哎呦，多方便啊！真的，科技這個太進步了。科技始終方便於人性。真的太方便了。圖像記憶法很重要。對啊。你要記嘛東西啊，你要製造理由。那個圖像、意象去記啊，讓你記得出來。像讀歷史嘛，強壯啊。歷史也可以啊。你因為看古，你要看孔子的故事，要先知道孔子長怎樣。漫畫故事書啊。哦，用漫畫去哈。像個嘛個封神榜啦，封神榜他就那個講個周朝的事情嘛，哈。所以封神榜的故事你都了解。也不是很了解，但是至少知道那個時候有冇封神榜，那個周朝怎麼來的啦？全看故事書按用的意思記憶來啦。但是有一些人會過目不忘啊。啊，但像我就是過一目十行，過目就忘。有人能夠過目成誦，哇，出口成章，哎呀，還是冇辦法。講你的兩用冇功用。兩倍冇功用。兩倍冇功用。好嘞，從說嚟唱民族欣賞公平一下。來。老古人講嘅嗬，學到老學到老。雖然你按多歲咧，有咩天然後生來學啊？裡面先生嗬，佢咪唱嘅平板，然之唱牛絲。嗬，跟我潤腳全部冇乜嘅問題啦，主要係個嗓音，個嗓音我知道有點蠻可以嗓子咯，佢嗓蠻可以，做成咧都後台咧冇聲翹翹啊，其實唔錯咧，我聲翹翹啊，嗓可以，唱一般我哋我去錄音室錄音，全部係唔係聲唱半點鐘以上，而家本來開始錄咧，係冇，所以。要點動作，要暖嗓。你要先暖嗓，要開嗓，很容易，個嗓讓會潤啊。再來你做個潤腳咧，我知道可能學強度先生嘅潤腳咧，假學嘅車先生咧，一下就學女先生嘅，假如上去學藝嘅，跟住我潤腳，很容易是我有受過。強牛咧，會查到，會讓強到你嘅分數啦。但是個係你本鼓勵啦，好冇？繼續加油哈！好，按這些，按你做嚟看下分數啦，看下留下來冇？來，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好，61分啊！恭喜留下來機會很大啊！按這些全部都好。好嘞，沙下來。沙來係主新婦帶來平板。當然啦。就會跳躍。滿的，還蠻變呀，雙課啊，還有變音嘅音樂費要準備啊，公演要多錢，公演要10幾萬。那去卡罰錢哦，去卡罰錢。當天演出想要唱個苦情調，然後抱一個箱子去。愛
呦，兴奋剂好，哎，根本要动奖呢，还没后堂，特别打盘，没像做模音婆用啊，隔壁糖，啥叫？叫佢就饭店，叫佢饭店隔壁糖呀样哈，卡妹透心 Q 啊样。哎呦，讲到透心 Q，你有多少生意呢？3個4個。三家四家啊，3個妹一個來。哦，3個妹一個，四個啊四個。我講3個妹先講。哦，3個4個，我是3+1啊，3個，我卡3個，安怎播一道個人？哦，3個妹，啊，會當叫佢入來。哦，來係清洗啊樣，哎呦，洗衫。足叫冇來嘅，真見叫咩？我要講音啊，我先生係辦電子啊，啊就想講唉，我查當到細嘛，唔係都全部查1歲多而已。哦，按用做的啦。就姜啊睇，哎呦，我行嘅要個姜嘅，要姜嘅啊，我行要背就。哎呦，我姜啊要較方便吧，差唔多容易。差唔多容易，安尼都係個千辛苦哦。全部切個都。脫薯嘅世界啊，鬆啊接鬆油嘅冇個東西。咁油？有哦，有哦，唔係做生理咩？家下咩？計量是係嘛？做生理嘅50歲嘅時間。哦，佢接鬆生意上課嘅就不當麻煩。唔會啊，因為我就切個做衫，嘿，啊我就時間到，我就翻煮好就送去學校去背書。哦，以前全部查一些姜就學校一樣。嘿，以前冇營養午餐啊。哦，所以你這個做有彈性就出嚟啦。係啦，千多年都帶飯啦，我就用送飯嚟用。哦，哎，很清楚呢，唔係本期都是工業的啊，你頭擺都啲前一是買工業飯包就做代碼東西。既然當你就算準備動作嘅飯包，是個生意送過去哦。那個去你家蹭飯啊，哎呀，碰到一個老師，哎呀，我說哎，那這樣哎，老師，那我這樣我可不可以去你學校蹭飯啊？對啊，營養午餐哦。哎，我跟你講。我們學校的團膳很難吃，他不知道他會上節目嗎？你會給他碼掉嗎？沒有，我把它剪出來，而且還知道什麼學校的。啊，你後來有去嗎？啊，你後來有去嗎？沒有，後來沒去。哦，真的哦，哇，那你這樣還害人家學校名字講出來。反正那個團膳公司會去找那個老師啊。反正那老師有戴口罩，沒關係，也認不出來。他認得出學校，一堆就敵咧，好冇？對。哦，好媽媽，好媽媽，好。真的。對。當年用做1、2、6年就算了，當年用做正經的。送到清什麼？貴重。送到貴重。送到貴重。哇，貴重。9年的時間哦。哇。貴重應該自己做得醫學教嘅吧？我妹嘅國中給人帶飯哦。我真的哦。你妹是學教嘅。哇，你真不會煮嘞。真的是好媽媽呢。真的。我妹嘅讀國中哈，中立高中。給先生做下心的本來，講，那個莊太太，你怎麼教小孩的？你的小孩這麼乖。哦，佢嘅外號係乜嘅？個同學係叫好媽媽好婆婆。佢冇去買那個飲料啊，什麼都沒有，他帶飯帶水。所以你係好媽媽呀。所以你女兒在學校的外號，她的外號叫好媽媽好婆婆。你女兒的外號？我都叫他這樣哦，真的，因為他都帶飯，還有帶開水這樣。哦，他不去買飲料喝的。你還冇錢好買，冇本給錢，唔係，佢要欣賞。哦，然後我叫他去補習哈，他說媽媽不要，我那一下又要交錢呢。哇，哦，我不要，我自己念就好，你還去別搞書咯。哎呦，哎呦，這個是不是從小耳？佢哋啲做背高書啊？光明國小。哦，那他們學校的團膳好吃嗎？應該不怎麼樣。我孫女啊，高中的都還帶飯。哦。然後我喜歡我那個做的豬排。當然啦，自家煮嘅同團膳有冇共用？再怎麼樣都有媽媽的味道。團膳還要算熱量，給點會煮嘅傳那東西按多，你幾好食，係冇？我孫高中還自己帶飯。哎呦，這真的好啊！家教好，教的這個再怎麼樣吃都是自己媽媽的味道。當然，佢哋是阿婆嘅，佢哋是阿婆嘅，你係阿婆嘅。哦喲，對啊哈。阿婆有冇巧呢？對，懂上呢。
那你就会上东东了。对啊，对啊，讲真的。话术一下妈妈就上东东了哦。是是，来哦，我要从来唱唱传你欣賞共鳴哈。身份證哈，廿個標籤，廿個台風啦，千次演，好像到上一個舞台啦，哈，有攞經驗嘅，韓國唔唱嗰啲個跳嚟講哈啦，當穩，哈，也節拍也冇跌踢，哈，前廿個缺點嘅同那邊啦，哈，我只要前帶隻詩，老師唔做老有隻個羅唔裝到羅，有隻詩過一下時間啦，會較好安尼，也係我嘅建議。以上，謝謝。好，什麼先生？好，來。我看分數咧，好，來看分數。歡迎阿主新分嘅分數。5分呢，新分子。哇，有分數。94.5分呢，嘿，邊個嘅隔壁間嘅車尾咧？對。恭喜新分子哈！叫他搶尾較厲害。恭喜啊！嘿，謝謝歡迎啊，謝謝。94.5分呢。係啊，差一分呢。對啊，殺下了一分，也在。關注嘅觀眾咧，哦，來燕婷帶來3個字。對，彈過啦。對，唔關你關注哦。精神狀況較好哦。有好，身體又好啊，還有心情哈，還有心情。哎呦，很有今後啊。對呀。係嘛？對啊，很棒。對啊。水飽。有水飽同有水飽。所以送2擺係乜嘅原因？記得咧。反正就2禮拜前。2、3禮拜前。誒都唔記得，做半夜生物計。哦。所以你的時間是怎樣？我的行事曆係滿的。滿的。動作嘅顏色。做嘛？你做動作條路係啊？係啊，做樂師啊。樂師。然後學校嘅上課啊。所以你身兼數職都做嘅。係啊。哪有上課？學校係忙畢業，上課啊，啊畢業嘅音樂會要準備啊，啊還有教鋼琴，還有教鋼琴哦，哎呦，那麼厲害，哎呦，哦，你咩青好穿呢？讀書還要準備佢自家嘅公演，還要賺錢呢。係啊，對啊，哇，公演要多錢，公演要10幾萬。你去甲罰錢哦？去甲罰錢。去甲罰錢。你3年公演嘛？也係講太去甲。好朋友，嗌到好朋友2年。哦，2年聽下公演，伊30個萬你做嘛想要做下公演？啊，又要去甲罰錢。好高嘅分數，畢業門檻啊。好高幾天的啦，有上時呢有畢業公演嘅咧，但那你就叫請學校出錢啊？不行，他們會說自己準備。
那学生已经没钱了，我还要花10几万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了这样我才能毕业啊。不过青岛高都会按用啊，因为佢迄去后演嘛，你去家有能力去组织一个人去家毕业公演，这个没道理啊。我都会按用啊，像你给设你突杀给没有毕业，你也要交作品出来啊。系呀。万一展览呀嘛，全部都在那里去给他罚钱啊。去给他罚钱。都会按用的呀。你一定要花到10几万吗？你不能花个几千块，或只是那个场地不好租。嘿啊，就是一个。可能你要规定一重要有230好嘞，你就要有中小型的那种大小的舞台。大概一天也要6万块，6万人块。所以19万，你去给出呀，他给同学学。儿童那会啥啦？给用啥用他公演呢？但现在已经一人大概快7万了。哇哦！对啊，有请阿公赞助。有请阿公赞助哦，最后对阿公还愿意赞助，还好有阿公。有当天演出的想要唱个苦情调，然后抱一个箱子去，还是可以收门票？不行啊，那你可以donate吗？不用给熊哎。这边有没有？嘿嘿嘿。所以现在如果有个神灯这样子，对，哎呀，然后走了，你想要什么？你要罗大神啊，罗大神！对啊，我可以帮你实现。罗大神，快许愿啊，罗大神！我想爱时间还有钱。哦 ，time and money， 大神大神。时间按去给伊8百钱。我去给伊穿，他转移啊！这罗大神没有用啊，说他出来没有用，这种罗大神不太靠谱。好了，加油加油哈！这个加油啦！哈，因为后上讲真的是多兵啦。哎呀，从来都压下年纪，我求的是什么？平安健康就好了。平安健康可以神隐的事情呢，真的证明你自己。对，但是年轻多努力多打拼，好不好？好，冲出来抢球下欣赏来公平一下。健康平安，大家爱求的。今日谈了燕婷吼，那后上一批人就讲，所谓你的幸福相传，你最欢喜的吼，客家家里讲传了传统的亲属。像讲李二家己讲流行转到传统，对佢嚟讲係一個挑戰，那不容易啦哈。我家就去彈，唱歌是本人彈嘅當書上，本人當書上。唔過一樣買去做嘢，冇片我家有特別的想，你要說歌曲特別，讓你做冇片，我樣咪做出來，不然是像希望冇嘅啦。唔過係樣咪做還是做出來。因為本有進步的空間，嚇。天一機春卷南咪春光鹽咧，都是有啦嚇。當然唔到個鹽啦，我都講鹽，但係我是冇老嘅，去老嘅確實嘅啦。天時機來注意，落來悲傷，唔係悲傷，悲傷傷悲點多音，你看有空浪冇？悲傷，傷悲，貴語音去到腔咯，係嘛？客家話音來是冇腔咯，悲傷，雙鼻，點多音是雙鼻嘛？唱歌，歌唱歌，嗰有腔咯冇？冇腔咯。所以當然冇去注意啊，所以你今日你啊就讓康師爺是枉費心。心唔係心，枉費心，心肝、心中，空浪則是，睇唔用睇乜嘅蔬菜牛絲，反正就冇空浪。因為唱歌嚟講，客家傳統用詩嚟做韻啦。沒說我要怎麼咬字，俺要咪咬字，俺說佢要，你見多了音法就冇空浪，佢發佢，冇空浪嗬。所以講你今日嚟講出呢韓國黃劍啊，黃劍有閉口音，根本嘅咧劍閉口音，一件兩件冇閉口音，冇腔咯，件嘅高有腔咯嘛，不一樣。但是你咯，黃金一斤兩斤，今天貴人音腔咯，客家音是冇腔咯，所以因為你係後生，你講也講。非常培養唔了的，所以你有進步的空間，你所以你咬字方面專去要多注意，
从国外来讲，你迄几数实验强，用实验的熬吃，做唔得讲啊，实验后边啊，像我用汇率来反正按就做唔得。了解冇？了解。了解。加油！哦，是啊，嘿，了解唱兴奋剂。兴奋剂的麻烦。不得懂，听下来看分数了啊，声音哦，还得可。哎，讲一下了。我要被嫁出去。干妹啊，干妹啊！那你也穿得太随便了吧？你是来公证吗？好来，好，可以，好。好，听下来看赖燕婷的分数。94点，哈死嘞，哈死嘞，平分啊，平分啊，哦，迄礼拜要加油啦哈。两边都创作同好，嘿，真的啊，还得上火，也没上火，还有玉米啊，但是哈，老师你根本不 Q 他一点分数嘞，那老师的部分注意吧，注意哈。好了，来，哦，签是抽上的 V 面查甫 V，恭喜燕婷，恭喜。